去年底，高雄開始使用 AI 影像辨識過濾機制，針對佇咧科技執法的路口，民眾若是讓救護車先行造成違規情形，這系統就會先篩選掉。警方再過來複檢，確認是因為讓救護車才會造成違規，安尼就袂甲民眾來開罰單。目前佇規個高雄市的科技執法路段是已經排除2800多件違規案件，減少民眾來申訴。紅燈倒起來，這隻拖車煞繼續向前行。原來是後壁有一台救護車準備要通過。高雄市使用 AI 影像辨識過濾機制，佇科技執法的路口讓救護車，警方會主動提條罰單，讓民眾免擱去申訴。持續建置擴張至115年7月，全市107處科技執法設備已全面導入。全高雄107個科技執法的路口，攏已經使用相關案件消掉2816件，嘛是有人驚罰款無想要讓。實在的，你如果說要去申訴，有些人可能不太願意，他會覺得給他造成麻煩。政府就愛有這條條例講，你若像這個情形，吼，這條錢袂使講算人違規啊。我講二大病院的這個路口，最近都民眾看到救護車發警告聲要通過，拄到紅燈，頭前兩架車攏袂叮當。它兩個車道剛好兩台修理車停在那裡，然後就很慢，然後感覺就是猶豫不決，到底要不要前進。AI 辨識設備會當降低民眾的申訴。地方的民意代表呼籲講，應該裝佇全市重要的路口。不過警方表示講，傳統固定式的測照設備是鐳射畫面感應，和目前科技執法設備運用 AI 影像辨識的偵測功能無同，無法度判斷讓救護車駕駛的狀況。目前也無法度運用到傳統固定式的測照設備。記者綜合報道。